后礼拜9月初一就要开学啊，不过所有老师到今拢还未做到头一档的预防针，而且这寡老师要有3天内体检阴性证明才会当入去学校，检验费用嘛就要家己出。台北市教师会今仔日就去တင်情，认为讲安尼做是不合理的。缺疫苗，缺经费。后礼拜9月初一就要开学，但是台北市教师会统计，伫台北差不多阁有3000位的老师，第一档的预防针拢还未做，阁较免讲学校内底新进老师、代课兼课的社团老师，因有的阁是下学校咧教课，保障伫倒位。在课后社团的部分，中央对这一块并没有松口，那这一块变成说地方自己要想办法去做一个局处间的一个处理。那这个我觉得是对于校园里面的一个运作是非常的不稳定的。有老师表示，教育部要求高中以下的老师爱先做过预防针，而且有满14天的证明，才通入去学校。还未做的，就要家己提出3天内快速体检，也是 PCR 阴性证明。不过有的人是下学校咧检课，可能一礼拜就要检几6届，费用阁要家己吸收。因认为安尼不合理。像我一周就是我要上课5天，那我可能1周就要提供2次这样子的筛检的证明。目前为止都是由老师自行负担。另外，针对中央有价补助高中以下学校3亿外的防疫经费，教师团体计算一位学生才敢若有100块左右，连买假帮拢无够。各教师代表是表示，针对这寡问题，会阁做修正检讨。第3阶段的注册名单，嘛会纳入代课新进老师等等的人员。记者陈嘉文、谢桂玲采访报道。